南投县政府重视到中高龄的就业甲创业，特别来举办着讲座，除了讲解到这卖产业的类型甲业者的需求之外，嘛实地带到南投市一间麻糍观光工厂来参访。 观光工厂的导览员向时代小解麻糍种类和生产上热门的产品，各有外销的国家顶点，让时代人会使更加了解这间工厂。虽然说我们已经是迈入了中高龄的一个年纪了，可是我们毕竟还有回收再利用的价值。 为了辅导55岁以上想要就业或者是创造事业第二春的中高龄者达成目标，南投县政府社会和劳动处最近开办相关的课程，这摆嘛带时代来到企业参访，做因伫人生的后半场发展的参考。麻糍馆这边主要是让他们了解说麻糍的怎么形成。 对，那如果进入职场之后，比较不会那么陌生。南投县社劳处最近就要成立时代人才服务据点，除了继续办理工作参访以外，也会提供资讯和媒合等等的方式来帮助中高龄者就业或者是创业。